在波動中尋找平衡的英皇國際。在香港的地產市場中，英皇國際的表現既有亮點，也存在挑戰。這些數據背後，折射出企業在波動環境下的多面狀態。在2025年度，住宅項目半山8號的銷售成果令人矚目，所有單位已成功售出，為公司帶來約9.5億港元的收入。這不僅顯示市場對高端住宅的需求依然穩健，也凸顯了企業在項目定位上的準確眼光。同一年度，公司卻錄得約23.2億港元的淨虧損，其中投資物業公允價值虧損高達15.4億港元，成為拖累整體業績的主要因素。這反映出地產估值的波動性，也提醒人們資產組合管理的風險。綜合而言，英皇國際的財務狀況呈現出複雜的面貌，一方面有成功的項目帶來收益，另一方面又有市場估值下跌造成壓力。這種對比讓人看到企業在挑戰中仍有機遇，未來若能在策略與管理上取得平衡，仍有可能在波動中找到穩健的成長道路。免責聲明：本文所引用的數據來自公開財務資料，僅用於一般性分析與討論，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或專業意見。讀者在作出任何投資或商業決策前，應自行查證並諮詢合資格的專業人士。